个台中市火烧厝死伤惨重，发生伫中区的行中街，有一栋大楼，昨下晡的4点外火烧厝，真不幸，6个人死亡，6个人受伤。这个火在传是真紧，真侪住户未赴逃生，有的走到阳台，有的爬起伫上尾楼，甚至有人徛伫个热护病等待救命。有一个住伫个6楼的男性，实在袂当理这个高温甲浓烟为6楼悬甲跳落去。加在摔伫个车顶，有这个车小可来倒动力，敢若受到轻伤。另外有一男一女是徛伫这个热护病，足足坚持1点钟久，才互分推车救落来。啊，这个大火拍花了后，搜救人员分别伫个3楼、5楼、6楼、7楼，以及甲塌去伫个8楼，找到6个罹难者。有塔铁锤7层大楼火烧厝，住户挡袂牢，赶紧爬来阳台楼尾顶，有人爬起去戏煞死。一男一女徛伫面顶，消防人员赶紧甲因喷水降温。这时阵，同款是爬出来逃生的一个查甫人，可能是互乌烟砸甲挡袂牢，为悬的所在准咧摔落去，加在有一台轿车甲伸掉咧。伊煞是面顶一男一女，将近1点钟才互这个分推车甲救落来。住户陆续被救出来，火嘛渐渐被拍花。大概想要放松的时，想不到有听到歹消息。消防队员甲搜救人员一站一站去找，总共找到6个往生者，有的是伤势相当，有的是走了被小事啊，确定是6死6伤。罗秀也冇到现场。发生火灾，里面还有一些伤亡的，需要继续搜。但是消防弟兄的安全也很重要。啊，是安怎造成这大的伤亡？里长你讲，这栋大楼总共建造41间套房，住伫1楼这个厝头家，2楼骹拢会囤真侪物件。都是安尼，拢囤规个啦。逐礼拜环保拢有来甲处理啦。人就甲讲你啊危险，你唔好做。村民嘛讲，几工前警察局甲环保局人员佫派来清这个杂物。当时这个女厝主嘛做伙拼，也无相对入到火场勘验的时，发现讲要真个杂物挡伫这个楼梯口。所以他应该算他的副业吗？他哋应该是照你讲，就是原来都是好野人啦。大火大楼伫台中市中区新中街，本来叫做印象大饭店，已经30多年啊。后来这个头家敢若就是这个女厝主改造出租套房，过几年后开始做资源的回收，因为环境问题，时常引起村民革命的不满，想要到即马更加涉嫌阻碍逃生的通路，造成悲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